古佩玲同埋陳俊廷因為合作無線處境劇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傳緋聞》，日前宣傳呢套劇嗰陣，兩人被信眾要求大玩情侶額頭貼額頭，仲俾湯盈盈整蠱，將兩個人個頭推埋一齊。至於有冇嘴到就睇得唔清楚啦，但係事後兩個人都好尷尬，佢哋嘅戀情係真係假，就係要當事人先知啦。不過古佩玲日前喺社交平台鋪出獻唱《小幸運》嘅短片，唱歌嗰陣一臉幸福，歌喉亦都唔錯。佢仲留言遇見你是小幸運，忍不住唱一下歌，即刻令唔少網民有所聯想啊！不過亦都有網民留意到古佩玲唱功唔錯，就連胡蓓蔚都有留言讚好聽，大可以考慮向唱歌方面發展喎。原來你是我自想留住的心願，原來我們的愛情曾經合得那麼近。